168公分、69公斤，唔算高唔算壯嘅森下龍矢，點樣憑住一對飛毛腿由靜岡茶園跑到英國老牌勁旅暴力般流浪，再到日本代表隊入波？原來佢嘅足球路比想象中更有氣味。掛川一個以茶園同埋古城聞名嘅地方。四周圍咧都係綠油油嘅茶田，空氣裏邊咧都彌漫住淡淡嘅茶香。1997年呢一集嘅故事主角森下龍矢就喺呢度出世。嗱，細個就喺掛川 JFC 01踢波，佢唔係隊裏邊最高大嘅，但一定係跑得最快嘅。中學咧加入咗磐田喜悅嘅少年隊，技術咧慢慢得到成熟。2015年啊，佢仲代表日本 U18 出戰韓國嘅巡迴賽。第一次着上國家隊嘅波衫，同期嘅隊友仲有而家效力法蘭克福嘅唐安律。嗱，雖然有國家隊 U 字號嘅經歷，但高中畢業之後嘅森下咧並冇得到磐田喜悅遞嚟嘅正式嘅職業合約。嗱，喺日本踢波咧有一樣嘢好，就係青訓嘅球員咧，如果未能夠即刻升上一隊咧，係可以選擇去升學或者去低級別嘅球會練級㗎。所以咧，同好多佢嘅前輩一樣咧，森下選擇咗去明治大學讀書。繼續追佢嘅足球夢。嗱，喺明治大學咧，森下咧逐步咧成為咗球隊嘅重要球員。2019年讀緊4年級嘅佢，幫助球隊攞到關東大學聯賽嘅第一賽區、全日本大學錦標賽、內閣總理杯等5項冠軍，幫球隊咧創下咗輝煌嘅紀錄。雖然森下咧喺大學裏邊嘅表現出色啊，但係到4年級嗰陣時咧，佢就認真考慮自己未來嘅出路。當時啊，佢唔止係諗住踢波，仲準備過申請正規企業，甚至報咗財產保險行業嘅職位，仲參加埋裏邊嘅面試㗎。不過最終啊，佢對足球嘅熱愛咧都係高啲。喺收到咗職業球會嘅邀請之後咧，佢就毅然決定行上職業球員嘅道路。2020年啊，森下加盟咗鳥棲砂牛，第一季咧就踢足33場，入咗3波，即戰力十足，一啲咧都睇唔出佢係啱啱踢職業嘅初哥。チャンス、このまま持っていけるのか、それとも左を使うのか。シュートできた。見事なシュートだ。左足視線、森下。今左を使うかなって私一瞬思ったんですが。嗱，第2年咧，森下咧就轉會到名古屋八旗。初嚟報到嘅第一個球季咧，佢淨係獲得咗22次嘅出場機會。但隨住對球隊嘅戰術嘅理解逐步加深咧，佢嘅表現咧就越嚟越穩定。2020年咧，佢已經能夠企穩陣腳啦，全季上陣32次，入咗1波。到咗2023年啦，森下更係徹底打響名堂。佢喺邊位咧同埋翼位嘅位置上咧，發揮速度嘅優勢，頻頻咧咁樣參與進攻。成為咗隊裏邊咧最具威脅嘅一環。嗰個球季啊，森下出賽33次，入咗4波，唔單止俾球迷同埋媒體大讚，仲入選咗追聯賽嘅優秀選手。同年6月，佢終於等到夢寐以求嘅一刻，首次着上咗日本成年國家隊嘅波衫，喺對陣薩爾瓦多嘅比賽裏邊完成咗 A 代表嘅初登場。2024年1月啊，森下選擇咗一條意想不到嘅路，去波蘭。佢加盟華沙軍團。初到波蘭啊，語言同埋文化嘅差異咧，令到佢好難融入。森下咧喺季中加入，參加咗13場比賽，一半首發，未入1波，受到部分球迷嘅質疑。波蘭嘅前國腳啊，茲比格列夫甚至批評球會招募佢係錯誤嘅決定。嗱，好彩嘅係咧，新球季開始咧，教練就決定魔改森下，將佢由後衛咧調到攻擊型中場或者邊路嘅位置。嗱，呢個改動啊，令到森下咧可以更加多咁參與進攻，佢嘅得分能力啊得到大大嘅提升。
逐漸咁啊，森下適應咗歐洲比賽嘅節奏啦，速度同埋運動量咧得到完全嘅發揮。嗱，一個球季落嚟啦，佢喺各項賽事咧一共斬獲咗14個入波同埋14次助攻，雙嘅表現非常搶眼。到咗2024年12月，華沙軍團咧就決定將佢由租借改為完全轉會，簽約到2028年。呢個舉動啊，充分咗展現咗球會對佢嘅實力嘅信任同埋肯定。嗱，今年嘅6月咧，世界盃外圍賽，日本對陣印尼，森下咧喺事隔1年半之後咧，再一次代表日本上陣。比賽去到54分鐘啦，森下喺右路斜插冷靜射門，攻入咗 A 代表嘅第一波。佢笑住話：呢一波踢走晒佢之前所有嘅鬱結。嗱，呢個月咧，英冠嘅老牌勁旅布力般流浪咧宣布簽落咗森下，合約咧係到2028年嘅6月，附加1年嘅續約選項。森下咧將會着上25號嘅波衫，代表球會征戰英冠。雖然轉會費冇俾人公開，但呢一步咧代表佢嘅職業生涯咧將會邁向更高嘅水平。瓜村出身嘅細路，靠住速度同埋拼搏，一步步咁跑到 J 聯賽，跑到波蘭，跑到英格蘭，再跑到日本國家隊。森下龍子證明啊，唔需要天生高大，唔需要有華麗嘅出身，只要不停咁奔跑，就可以衝破一切嘅界限。大器只係晚成啫。我係電視君，我哋下集見。